弟兄姐妹平安，还有线上的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我们今天在神所预定的时间里面，我们欢聚在一起，让我们来学习领受先知的话语，如何用上帝的话与神来对话。在今天的培灵会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共同敬拜赞美。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很高兴可以在今晚的培灵会与大家一起相聚。那让我们一同站立，一起来登耶和华的山，来到神的殿中。他将他的道指教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道路。让我们一起来赞美神。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分享我们神的殿。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分享我们神的殿。你将你的道教示我们，我们也要行你道路，因为是为彼此与心爱，耶和华的言语必去耶路撒冷。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分享我们神的殿。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分享我们神的殿。你将你的道教示我们，我们也要行你道路，因为是为你出于心爱，耶和华的言语必去耶路撒冷。再来唱一次。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分享我们神的殿。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分享我们神的殿。你将你的道教示我们，我们也要行你的道路，因为是为你出于心爱，耶和华的言语必去耶路撒冷。你将你的道教示我们，我们也要行你的道路，因为是为你出于心爱，耶和华的言语必去耶路撒冷，耶和华的言语必去耶路撒冷。让我们将一切的奖赏和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等候你，不住的寻求你的面。主，求你回转，求你侧耳来听我们悔改的声音，愿你的救赎和医治降临到这地。我们等候主，不住寻求你面，昼夜的祷告，为这时代呼求，侧耳来垂听，谦卑悔改声音，愿救赎和医治临到这地。我们等候主，不住寻求
心。父亲会转向儿女，儿女会转向父亲。每个时代可以敬拜你。在一起唱，我渴望看见。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像云彩围绕，充满在这地。神灵如风地吹袭，每颗骨感的心灵，我们灵魂再次地苏醒。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祷告的声音如水不停息。父亲会转向儿女，儿女会转向父亲。每个时代可以敬拜你。不停地叩门，不停地寻求，天上的门为我们打开。不停地祷告，不停地呼喊，不求复兴临到这时代。我们在叩门，我们在寻求，天上的门为我们打开。我们在祷告，我们在呼喊，不求复兴临到这时代。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像云彩围绕，充满在这地。神灵如风地吹袭，每颗骨感的心灵，我们灵魂再次地苏醒。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祷告的声音如水不停息。父亲会转向儿女，儿女会转向父亲。每个时代可以敬拜你。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像云彩围绕，充满在这地。神灵如风地吹击，每颗骨感的心灵，我们灵魂再次地苏醒。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祷告的声音如水不停息。父亲会转向儿女，儿女会转向父亲。每个时代可以敬拜你，每个时代可以敬拜你。让我们前面众长老来祷告。恩典的主，我们希望你的荣耀彰显在这块土地上，你掌权在这块的土地上。恩典的主，我们要歌颂赞美你，是吧？歌颂赞美你的救恩，歌颂赞美你的怜悯，歌颂在你的全能的全能。恩典主，我们也感谢你，你让谦卑、认罪悔改、亲近你的人，他的罪要得着赦免。恩典的主，我们也知道你从古至今一直在向我们的说话，从旧约的时代到了现在，你用你的公义跟真理的作为来彰显你自己，让虽然在很多的时候我
我们并不是很能够明白你的作为，但是我们知道神的作为有圣灵的同在。主啊，你的爱跟丰富的恩典，叫我们因着圣灵能够明白跟理解。虽然在经历苦难跟痛苦的时候，或者是在我们无法明白神的旨意的时间里面，主，你依然用你的圣灵成为我们的帮助跟依赖。主啊，成为我们的盼望，让我们可以存盼望，耐心等待主耶稣。恩典的主，愿你也是来看顾我们。主，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世代需要呼求你。我们虽然在学习这个世代的一个智慧跟语言，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我们却忘了去回转，去在神的话语，在圣经里面与你相遇。主，借着我们今天晚上的一个培灵的讯息，求你帮助我们，借着赖牧师他在从旧约里面的讯息，旧约先知里面的讯息，让我们从上帝的话语里面重新的更新我们的心意。主啊，让我们的灵里面定义的更新，看到神的国度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的之中，也让我们看到主的盼望跟恩典要加添在我们的弟兄姐妹之中。愿你的灵全然掌权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也让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让我们在这个话语甘代牧师的分享之中，我们与你相遇，让我们每个世代的人可以同心合一，在你的面前一同来敬拜，将我们所求所望的一切仰望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语，记载在以赛亚书40章第1到第10节。弟兄姐妹可以在今天的一个程序单的后面，可以看到上帝的话。以赛亚书40章第1节：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报好信息给西安的啊，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啊，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你们的神。第10节，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臂膀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这是神的话。我们今天很高兴延续我们昨天的培灵会，然后我们一样邀请到了神学院的赖鸿专赖牧师来为我们来宣讲、传讲、盼望国度更新。那我们把时间交给赖牧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线上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感恩能够有机会在士林教会跟大家一起来敬拜，还有分享上帝的话，也很感动刚刚我们的敬拜团所唱的这些诗歌真的是很会选我看到这里面这2首歌跟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其实都是有关的。无论是刚刚讲的这个来登耶和华的山，看到是耶和华的训诲必出于耶路撒冷，必出于西安，万民要来寻求他，来
聆听他的道。这个是以赛亚书的第2章，还有弥迦书的第4章。那我渴望看见上帝的荣耀充满在这地。这是在以赛亚书的第40章上帝的荣耀要让凡有血气的都看见。那竟然也很神奇的这个也使用了这个马拉基书的第4章的这个，也就是我们旧约的整本旧约的这个结尾里面有一句话说：以利亚来，要必使这个父亲为父的心来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我们看到先知的话是那么的鲜活，是那么的丰富，是那么的有生命力。我们可以想象吗？如果说我们今天的基督教信仰，我们的教会的生活里面没有先知书的内容，没有读先知书的话，我们会少了什么？我们会少了什么？我们可能会少了很多的盼望，我们可能会少了很多的一种渴求，我们会失去一种祷告渴求复兴的力量。而这样子的力量，其实我们不只是在新约看得到，其实在先知书里面我们可以找到根源。因为那个根源，事实上对于上帝的那种尊崇，还有这样子一个尊崇怎么样落实在人跟人之间，其实这个是在先知书里面就有了这样子的一种对神对人的一种的爱。其实耶稣基督本身他也传承了这样子的一个信仰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很高兴的要再次的来学习先知书的信息那在分享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做祷告。恩典的主，我们谢谢你透过今天的诗歌祷告，我们真的是有更多的渴慕，更多的渴望，要来学习跟认识先知所传讲的这些的盼望。主，我们恳求你怜悯孩子的拙口笨舌，也让我们今天在分享的时候，无论是说的人和听的人，都能够得着益处。祷告，献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那各位手上应该有讲义。好，那我们的讲义今天是用第2讲的讲义。那有时候呢，特别是以赛亚书第40章的这个经文是印在第1讲的讲义的背后。好，我们简单的复习一下昨天我有跟大家分享，跟大家分享，我希望在这2天包括明天的讲道当中，让大家能够来理解，可能掌握到了一个关于先知信息的一个 summary 一个摘要。那我想我试着把它呈现出来，那就是说，先知是耶和华上帝的代言人。他是呼吁以色列百姓回到跟耶和华上帝的盟约，那个圣约的关系，那并且呢，在以色列所经历的苦难还有被掳当中，宣告上帝要更新选民跟世界的计划，所以咱伫遮看到讲，其实上帝的信息有2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当百姓背逆的时阵，其实爱上帝。就爱以色列百姓会当活倒转去甲上帝这个圣约的关系，约的关系，不过那是以色列百姓因继续背逆，结果上帝需要来审判因的时阵，伫因的受掠、伫因受的苦难的中间，上帝无放杀因，伊继续来通过先知来宣告上帝要更新伊的选民，甲甚至通过这个选民来更新这个世界的计划。所以咱看到上帝伊的信息是有一个一体性的，是看到上帝伫历史中的计划。那我们希望说，今天特别是强调第2个部分，但是第1个部分就是回转到上帝的盟约，还是会继续的谈。所以第2个部分，上帝怎么样子在苦难当中更新选民跟以色列，这是非常奇妙的计划。那今天要谈的这些的信息，比较是属于被掳之中，还有被掳之后，这2个时期的先知的信息。那
在整个以色列的先知信息的发展过程当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转变。这个转变在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这3卷的大先知书当中，我们都看得到，就是被掳之后经历了被掳事件之后，先知的信息就从审判转向盼望，从审判转向上帝的拯救。有一个很强烈的转变，在那边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原因其实跟百姓处境的转变有很大的关系。在百姓他们因为悖逆，因为不愿意听先知的话，以至于说他们承受审判、承受被掳的刑罚之后呢，他们在被掳的处境当中，其实是他们非常需要盼望跟拯救的信息，他们需要知道上帝仍然掌权。那我分2个小点。第一个小点就是，我们知道被掳巴比伦的一个事件，对于以色列百姓来讲，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在公元前的597年，当然其实第2次被掳是587年，这2次的被掳，整个耶路撒冷这些百姓，还有一些犹大区许多的百姓呢，他们就被掳、被流亡到耶路撒冷，到这个巴比伦去做苦工了，去做奴役了。那这将近有差不多50年的时间，因为到538年被掳才算是有了一个结束。那在这50年的时间当中，其实百姓他们承受了奴役，被要求，就是说是受困在那里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有很多的反省，有很多向上帝的悔罪。被掳是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够向上帝悔改，可是他们也产生了许多的疑问，对于上帝有很多很多的不清楚上帝的作为。那百姓他们很深的体会到说，自己是因为背叛上帝，因为很深刻的罪来承受上帝公义的审判。但是呢，在整个巴比伦这种帝国还有异教崇拜的大环境当中，其实他们也开始对于上帝拯救的意愿和能力产生了质疑。大家如果有机会在网络上搜寻巴比伦的这些这个历史还有它的文化，会发现巴比伦在古代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帝国。那百姓他们被掳到那里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就会接触到巴比伦许多的神明。那这些神明包括他们最主要的神马尔杜克神，还有巴比伦的这些辉煌的文明成就，都会让以色列百姓感受到说，那他们的神那么的伟大，那我们的神呢？我们今天会被掳到这里，会不会就是因为我们的神耶和华他的能力不够，所以我们的神打输了嘛？在古代会有这样的氛围，就是一个国家有他的神，那这个国家战败了，其实就是这个神输了，这个神让步了，没有能力了，所以对于神拯救的意愿跟能力产生很大的质疑。那举个例子来讲，在以赛亚书的41章14节，大家手边如果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圣经41章的14节这里，百姓其实他们感到前途茫茫，感到没有帮助，所以在这里就讲到说，好，这是先知说，虫子雅各以色列人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所以咱想看卖咧，在受掠伫巴比伦的以色列百姓，因是不是有真侪条件？是不是有真侪认为讲，因失去援助，因失去帮助，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那像23节有类似的一种表达。所以我们看到在许多在被掳时期的先知书当中，都
描述百姓他们的一种的对于前途、对于现在他们的处境感到非常的绝望啊。那上帝要透过先知所宣讲的信息，就是在绝望当中，上帝他将要重新的作王，他将要来拯救以色列百姓的信息啊。那在以赛亚书当中，我们看到从39章到40章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39章它是提到以色列百姓必然被掳，但是到了40章的时候，就开始宣告在被掳的处境当中，上帝要重新作王，要拯救以色列百姓。好，那耶利米书也有这样的转变啊。耶利米书从1章到29章，主要在谈的呢是以色列百姓他们不听先知的劝告，上帝要审判他们。那这样审判是很重很重的审判，讲到圣殿要被毁。但是到了30章，开始有一个转变，就是上帝要与以色列还有犹大家来重新立约，或者我们说要立新约啊。那我们新约当中，耶稣说：“我与你们立新的约。”事实上，那个根源是从耶利米书来的啊。所以被掳的事件，它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是上帝却利用，或者是我们说使用这个被掳的事件，让先知传讲出充满盼望的信息啊，充满盼望的信息给以色列百姓。所以刚刚讲的以赛亚书的1到39章，它本来是谈到以色列百姓因为离弃背叛上帝，需要承受上帝的审判，无论是亚述帝国或者是巴比伦帝国。那上面的这个浮雕，事实上也是历史的证据，以色列百姓他们受到亚述帝国很大的俘虏，这是所谓的拉吉浮雕。那至于在右边呢，这个剧烈的转变，在以赛亚书的40到55章，我们看到的是上帝的审判。先知宣告，上帝的审判不是终局，上帝他要使以色列百姓归回，并且经验上帝的拯救、上帝的复原，并且显明他在历史当中掌权。所以40章到55章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波斯王古列王啊。那先知宣告，这个古列王，我们看到这个图画描述的这个古列王呢，他是上帝手中的器具啊。这个那么的伟大的帝王呢，事实上在上帝的眼中是上帝的工具，用来保护他的子民以色列，让他们可以归回故乡犹大。所以在以赛亚书当中，我们看得到这种从审判的信息转变到拯救还有盼望信息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记号。那今天呢，我们就要透过一段从这种审判过渡到拯救的一段重要的经文，来思想先知怎么样子在被掳的情境当中，在绝望的情境当中来宣告盼望。所以我们读以赛亚书的40章1到11节。好，那这段的经文呢，我们刚刚陆长老有带领我们大家来念，好，所以我请大家呢重点的来念。好，首先呢，我们看到的1到2节，事实上是上帝透过先知来宣告说，要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向他宣告他的战争已经结束，他的罪孽已经赦免，他为自己一切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好，那这段呢很精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请。耶和华预备道路，在沙漠为我们的上帝修直大道，一切山崖都要跌满，大小山冈都要消弭，陡峭的要变为平坦，崎岖的地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实现，凡有血肉之躯的都必蒙
这里也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请。有声音说：“你喊叫吧！”我说：“我喊叫什么呢？凡有血肉之躯的，尽都如草，它的一切柔美，像美丽的花。耶和华吹口气，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百姓仍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我上帝的话永远屹立。”造好祭司的西安啊，要登高山；造好祭司的耶路撒冷啊，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城镇说：看哪，你们的上帝！看哪，主耶和华必以大能领导，他的好意必为他掌权。看哪，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要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羔羊，抱在胸怀，慢慢引导那牧养小羊的。非常非常有诗意，而且非常美的一段经文。那在这11节的经文当中，它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整个时代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转变在第1节到第2节的时候，这2节的经文告诉我们有3个安慰，他重复了3个安慰，要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那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场景呢？他说：“你们的上帝说要安慰我的百姓。”似乎是一个对话的场景，而在这个场景，我们可以思想，它其实是一个上帝在天庭，在天上跟他的天使之间会议的一个场景，也就是所谓的天庭会议的场景。上帝在这样子的一个会议当中，他就差遣天使，还有先知，来宣告一个安慰的信息给耶路撒冷的百姓。那经文当中透露出来，耶路撒冷的百姓他们有什么样子的一种的心态，还有什么样的一种的内心的状况呢？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心态其实是一种丧志的心态如果我们在以赛亚书的40到41章的内容去做一个了解的话，会发现那是一种感觉到前途茫茫的一种心态。在40章27节有一句话，他说：“这是以色列百姓的提问哦。那这是他们提问说什么呢？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那么先知把他们的心中的那种的苦闷，把它呈现出来所以可以推测是怎么样？他们在被掳，在所谓的受压制的这样子的情境当中，他们觉得上帝根本是放弃了他们了，说：“我得咯，耶和华根本不去关心咩？上帝根本不关心，所以道路向耶和华上帝隐藏。”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审判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种的震撼，是很大的痛苦，而且对他们来讲，可以是我们所说的创伤。我们在心理学上面所说的一种的 trauma， 这种的创伤让他们觉得是没有盼望的，觉得上帝的审判要把他们消灭殆尽了。那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先知受差遣来宣告一个信息，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的战争已经结束了，他们的罪孽已经得着赦免了。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表达呢？其实战争也是服苦役也就是受苦服劳役的日子已经结束了上帝要使他们经历这些的审判的日子，在此画下一个句点所以我们从先知的角度来看被掳，被掳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炼净的过程。上帝要透过被掳来炼净他的百姓，这也是一个重新聚焦在上帝
来痛悔自己的罪孽的过程。被掳不是一件好事，没有人想要被掳，没有人想要被流亡，然后去做劳役在巴比伦的那些运河旁边来为帝国、来为这些的君王服务。可是，当上帝把这些百姓流亡到那里地方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机会，能够让百姓重新的脱离跟过去的那些的罪恶，还有假神的这些的关系，而重新的去反省，聚焦在上帝的面前，重新的去痛悔自己的罪孽。所以被掳是一个新的开始，让百姓重新的去更新他们跟上帝的关系。那经文继续告诉我们，在这样子的一种的绝望当中，上帝要有新的作为。在40章3到5节的时候，他们被宣告、被邀请来迎接耶和华上帝荣耀的显现。所以这段的经文我们相当的熟悉。有些话讲，伫旷野为耶和华避难道路，伫沙漠为咱的上帝修平大路。这样一种修直道路的这样子的一个表达方式，这很像什么？这很像大家读的出埃及，在出埃及记当中，出埃及记14章的8节，在旷野的路上，当以色列百姓他们逃离埃及，但是后面有这个法老跟他的这些的马兵马上眼看就要追上来的时候，上帝他宣告：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面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所以在出埃及的这个历史故事当中，这些是以色列百姓所知道的。上帝在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路上，在旷野的道路上面，他要显明他的荣耀。所以这一件看起来是很不好的事情，被追杀，可是这是显明上帝的大能的作为的一个时机。那我们在先知的宣告当中，我们也看到同样的事情，甚至是更大的出埃及。那回到我们刚刚看的经文，刚刚讲到第3节到第5节，在旷野为耶和华预备道路，然后预备这些道路的过程当中，耶和华上帝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肉之躯的都一同看见。有没有很像出埃及的经文？但是它是比出埃及更大、更有力量的一段的经文。所以旷野的道路，它不只是为以色列百姓而预备的，其实那是上帝要走的道路，因为上帝要带领百姓走向敬拜的生活，走向尊崇上帝作王的生活。所以先知在宣讲一个新的出埃及，这是一个让人惊奇的事件。上帝要百姓能够预备看见上帝他将要作王了他要显现他的荣耀，而且上帝要透过这个事件，让万民万族也看见上帝是那位荣耀的上帝。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象吗？以色列百姓当他们在这种非常的颓靡、非常的丧志的时候，先知跟他们宣告这样子的一个在旷野上帝要显明他的荣耀的信息。所以被掳虽然是非常的伤痛的一件事情，是一个折磨，但是上帝利用这件不好的事情来成就好的事情，来显明他的作为。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百姓又继续的跟上帝来做 argue。所以在6到11节的时候，百姓当中或者是先知当中有一个声音，我们再回到经文来看。有一个声音说：“你喊叫吧！”可能是一个天使的声音。那这个我可能是先知的声音，或者是百姓的声音，说：“我喊叫什么呢？凡有血肉之躯的，尽都如草，
它的一切荣美都像野地的花，啊，所以这个神帝伊咧画的时阵，伊感觉讲我有啥物通画的，根本无啥物通画的，因为既若是有血气的人，拢亲像草，啊，所以人是那么样子的有限，是必朽的，我们都像草一样。当耶和华上帝他吹一口气的时候，当他震怒的时候，那他透过他的审判，我们就整个命运我们就消无了。但是这里有一个很奇妙的回应，如果我们把第7节看成是刚刚的那个我说他说的话，他非常的失望，他感觉到绝望，根本在历史当中我们看不到盼望。但是40章8节可能是另外一个天使的回应。这个天使的回应是说，没有错，草必枯干，花必凋谢，没有错。可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唯有我们上帝的话永远立定，唯有在历史当中，上帝他所宣告的话语是确实可靠的。咱大家讲，咱上帝为永远的地，只有上帝的话。这个上帝的话不是只有他对我们个人讲的话，而是他在历史当中借由先知所宣告的话。这些话包括什么？包括审判，上帝定义要审判，他成就了；包括上帝他将要来使用古列王来成就他使以色列百姓来归乡的计划。这件事情先知宣告也成就；包括他要复兴以色列的话，这件事情他宣告也成就。所以这位回应者可能是这位天使，他宣告出这个盼望。那再来我们看，接下来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盼望来临的时候，我们怎么做？那报好信息给锡安要登高山，所以我们就来到了先知给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差遣。在这里的锡安呢，它其实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在被掳之地，他们的这个整个群体的一个代名词，呼唤这些的锡安百姓呢，他们要登高山来极力扬声，对犹大的城镇说：“看你们的上帝！”所以要宣告下，其实这的百姓，这的锡安的百姓，因就爱犹大这的城身躯边，有可能是因的故乡的这的犹大人来宣告讲：“看。”恁的上帝，看上帝要作王了。所以40章10节就讲到，紧接着说，主耶和华必以大能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上帝他要用他的大能力，再次的来重演出埃及。那我们再往下看11节，他要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羔羊，抱在胸怀。所以刚刚提到的上帝要展现大能的膀臂，但是在11节，他有另外一只手，另外一只手，他是温柔的手，他用像牧羊人牧养自己的羊群，很温柔的把这个小羔羊抱在自己怀抱当中，慢慢的来引导他走回这个归乡的道路。所以这是先知透过这是耶和华上帝通过先知所宣告的一个盼望。还有拯救的信息。上帝的话语，它是立定的。先知帮助以色列百姓看到，在整个历史上，上帝他的话语必然成就。无论是宣告审判、兴起古列王，到拯救子民，也要以色列百姓用宣告、宣扬上帝要作王的消息来做回应。因为上帝要为他的百姓征战，上帝是历史，是整个帝国的兴衰当中，他要担任主宰。那百姓虽然卑微，但是上帝仍然有能力成就奇事。那我们当然也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上帝做那么奇妙的事情，但是先知或者是百姓，那我们反推到今天，就是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的角色是什么？那经文其实提醒我们说，我们要预备道路，预备道路，让上帝的荣耀显现。那我们也要帮助，如果我们是锡安的话，我们怎么帮助我们的身边的人看到盼望的记号？
9到11节，要宣扬上帝要来临。那我们在这里其实可以做一个反省就是最下面的那一点，上帝的计划是常常是出人意外的。在先知的信息里面，我们看到的，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因为行恶不悔改，所以经历上帝的审判。我们记得在昨天有跟各位分享，先知在传讲他的信息的时候，有没有容许一种可能是审判是可以取消的？如果百姓悔改，是不是审判可以取消？上帝有可能会收回他的审判这是在耶利米书当中我们常常看到的，说你们若回转归向我，那我就使你们仍然居住在这地，对不对？可是百姓没有听，那如果说百姓没有听的话，那就只要直接进入审判那我们可能会觉得说，那这样子的话，百姓就灭亡了。可是先知的信息帮助我们看见，上帝的审判不是终局而是上帝仍然是继续的来坚守他跟百姓的约他要使用的是这一群经过审判、经过被掳之后，仍然是已经被炼尽的这些的百姓，来成为一个记号，来见证他对世界的心意那我想今天对于教会的提醒来讲，其实我们作为教会，我们不可能逃避，也不可能幸免于这个世界的苦难我们整个台湾的大环境，我们教会不可能置身事外的那今天如果说台湾举个例子，如果说台湾遭到一个很大的国难的时候，我们要躲到哪里去？我们不可能躲到哪里去，而是我们必须要学习怎么样子在当中来参与这样子的苦难那我们被卷入这样的苦难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上帝仍然是有他的美好的计划。虽然说可能外表看起来这是非常不好的事情，那这就是先知的信息，他的一个盼望的力量，提醒那些在苦难当中感到绝望的上帝的百姓那今天作为教会，我们仍然是可以扮演见证上帝在历史当中他是掌权的这样一个先知性的角色那当然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先知他上帝兴起先知，就是不断的要来给予我们这样的盼望，不断的来提醒我们好那有一些部分是要跟大家复习的那昨天呢有跟各位分享这位 Heschel 这个亚伯拉罕·赫舍尔这位在美国非常重要的犹太拉比他在《先知神学》这本书里面有特别提到，先知的角色呢，他不只是上帝信息的传真筒，他更是他将他的整个人生命整个人生命来跟上帝的悲悯来共同的连结，来共感。也就是说，上帝对于他的子民的那种的心痛pathos 事实上有一种痛苦，有一种受苦的一个意涵在当上帝感觉讲伊的百姓做歹行歹，伊的心足痛的时阵，上帝嘛同款感受到迄款的痛所以我们可以以此类推，当上帝要用盼望来带给他的子民的时候，先知也同样的感受到那个盼望，他要把那个盼望来传讲出来那这个是赫舍尔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洞见而且先知呢，他是活出上帝生命的人当他受到上帝的神圣的悲悯感动的时候，他活出上帝的生命那我们也透过一位美国当代的重要的旧约的神学家，叫做华尔特·布鲁格曼那布鲁格曼呢，他写这本书叫做《先知式的想象》昨天本来要提，那没有提，所以今天呢把它做一个整合，就是他提到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整个神学当中呢，为什么会有先知性的这样子的一个意识出现？其实是跟出埃及当中摩西他的典范有关的因为摩西作为上帝所设立的先知，他塑造了一种所谓的出埃及的传统，能够
让以色列百姓作为一个另类的群体啊，这个群体跟一般的群体、跟一般世俗还有帝国掌权下的群体不一样，因为他有批判的能力，还有能够激励或者是我们说赋予能力的这样子一个能力啊。所以先知性的想象啊，我们今天学习先知他的想象力有2大特质啊。那一个特质呢，其实是昨天所提到的哀伤，并且愿意指出来百姓还有国家的错误的一个特质，就是批判的特质，拥抱哀伤的特质，愿意指出来讲真话，讲到说这个世界是不公义的啊。那这样子一个特质，我们在耶利米的身上看得很清楚。那么今天要讲的第2个特质呢，是激励的特质。好，那这样子一个激励的特质，在被掳的情境当中，特别的重要啊。先知呢，为了要对抗使人麻木的走向绝望的皇家的意识啊，例如说在巴比伦帝国的掌控之下，觉得根本不可能回到故乡啊。那先知要做什么呢？先知就是要透过一种激励百姓的能力，让他们看到上帝的应许是仍然存在啊。那并且要分享给他们，上帝在历史当中仍然是动工的一种惊奇啊。那这是一种非常新的一种的盼望啊。那可以怎么做呢？可以提供适当的符号来帮助人打破那个麻木啊，帮助人去想象有新的事物会发生啊。所以我们刚刚读的这个以赛亚书的40章1到11节当中，好，百姓觉得说根本我们不可能回到故乡，对不对？但是以赛亚先知他就说，他就回到了过去的那个出埃及，过去上帝怎么样子在法老那么强大的军队之面前，仍然是显出他的荣耀，打败法老的军队。今天上帝可以做同样的事情，甚至是更新的事情。那第2个，公开表达那个已经长久被否定、压抑的盼望跟渴望。当百姓建立在那种绝望的时候，时间拉长的时候，其实大家已经不再觉得说，不再渴望世界有所改变的时候，先知他要透过上帝对子民的应许来传讲新的盼望啊。那唯有参与在真实的哀伤当中，才能传讲真实的盼望。也就是先知必须他亲身的经历到那种被掳子民的苦痛啊，那他可以从这当中看到上帝的应许是什么。第3个任务就是他所要传讲的内容，事实上是要用隐喻的方式啊。他讲的话，不能够只是非常平凡的日常生活的语言，而是要像是诗歌，就好像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的40章的1到11节，充满着那种的诗歌的那种美感啊。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但是唯有我们上帝的话永远立定啊。那这样子的一种隐喻的表达方式啊，可以帮助百姓来看见悲惨命运当中，上帝仍然是有美好的计划啊。那我们今天也反省，在先知所传讲的这些的信息当中这些的信息、这些预言，并不是说它会机械式的成就而是当先知呢，他宣告上帝掌权，宣告上帝他要拯救公义临到的未来的时候先知他要充满创意的语言，激励人民去努力的。所以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教会，事实上我们也参与在一个充满着可能性的未来，因为我们也要去努力，我们也要实践出一个新的使命。那我想我在这里呢，就用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例子，是马丁路德金恩牧师的例子他也是一位博士那这位非洲裔的美国人的这个牧师呢，他其实在
生年有限的人生你看到他其实只有活了差不多将近40岁英年早逝。他做了很多的事情他是一位他的父亲也是非洲裔的美国人的牧师，而且在他的父亲的年代就已经参与在这个民权运动里面那当这个马丁路德金恩牧师他开始担任牧师的时候，他不仅是照顾他或者是牧养他的这个所谓的黑人的教会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牧师非常会讲道，但是他同时他也从他的信仰里面看到他必须要站出来去争取他的同胞的这个权益所以他非常奋斗，他争取了这个所谓的投票权，为这个黑人来争取工作权、反种族隔离，还有基本的权利那他有一个著名的事件是，他就 organize 一个蒙哥马利的这个公车霸座的事件当时在美国来讲的话，因为这个非洲裔的这个美国人呢，他们是受歧视的，所以其实公车他们是不能随便坐位置的那等于就是说你要被当作是次等公民所以他们organize 这样子的一个霸座事件，得到一个很大的回响那他也推广事实上他是从甘地得到了一个灵感，推广爱与非暴力的抵抗那这样子的一个努力，其实他还是遭到很多的人的误解那在1963年的时候，也就是他要过世前的5年，他在美国的林肯纪念堂呢组织了一个游行，非常盛大的游行，然后他在那边发表一篇大家都知道的演讲，我有一个梦那这里面的内容我们一起来看看它跟先知书有什么关系。他说我们来到这个圣地是为了提醒美国现在是非常急迫的时刻也就是说我们要行动而不是好像要劝告大家说我们慢慢来这是一个必须要行动的时刻。好，那这里有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个蓝色的部分现在是实现民主的诺言的时候，现在是从种族隔离的荒凉阴暗的深谷攀登种族平等的光明大道的时候。好，有没有觉得似曾相识？他用的经文是哪一段？从低谷攀登到光明的大道。好，我们等一下再看一下会更清楚。他说只要密西西比有一个黑人不能够参加选举，我们就不会满足，除非正义和公正犹如江海之波涛，汹涌澎湃，滚滚而来。有没有很熟悉？这是阿摩司书5章24节，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那我用的这个翻译的版本，他这个翻译者可能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也翻译的蛮好的。那另外呢，他说他盼望他梦想有一天有朝一日，阿拉巴马州的黑人男孩女孩能够跟白人男孩跟女孩情同骨肉那携手这在当时来讲话是可能很多白人会反对的怎么能够这样子大家携手呢？不同的族群，特别是黑人次等公民。我今天有一个梦想，我梦想有一天，好，那这个部分我们一起来读：幽谷上升，高山下降，坎坷曲折之路成坦途，圣光披露，满照人间。好，这个就很有印象，对不对？以赛亚书的40章3到5节。所以他最后他讲到说，让自由的声音从密西西比州每一个丘陵响起来，每一个村庄都能够自由的声音。那个时候，上帝所有的儿女，无论是哪一个人种的，犹太教徒、非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天主教徒，都能够携手来合唱黑人的灵歌，终于自由了。所以我们看到马丁路德金恩博士他的宣讲跟他的行动
有一个很重要的根源，是来自于旧约先知当中的那种对公义的迫切的呼声。他组织这些的公车罢坐的运动，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争取投票权。那最后他也在他的比较晚年的时候，他也去反越战争取人权等等的这些的运动呢，其实他是有一个很强的那种圣经的基础，旧约当中的那种先知对于公义的、对于平等的、对每个人都需要有尊严的那种的要求成为他的动力但是在推动这些事情的时候，他遇到很多的阻力很多人反对他，很多人甚至怀疑他但是他没有放弃那他之所以没有放弃，我相信他背后有一个很强的盼望，就像刚刚我们所读的以赛亚书的40章1到11节当中，上帝的拯救终究要临到，上帝的荣耀终要显现这样子的一个盼望，让他继续的不放弃。那马丁路德金恩博士他在比较晚年的时候，他其实非常的遭遇到比较凄惨的遭遇那时的联邦调查局呢，就怀疑他有共产主义的思想，就调查他，然后呢寄出恐吓信让他可能逼他要去自杀所以其实是污名化他的也就是说，国家是动用国家的某部分的分子是动用国家机器的力量要去辖制他的那很不幸的，在1968年，当他在 Memphis 他在那个时候似乎我如果记得没有错的话，他也是在组织一个游行，他就被暗杀身亡。那他的理想跟诉求后来有没有慢慢的实现呢？是有的。非洲裔的美国人呢，他们后来就有得到这个投票权、工作权，这些在他的身后呢，逐渐的实现。所以我想从马丁路德金恩博士这样的一个，我们可以说是当代的先知，他是具有旧约的先知精神的一个人物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教会或者是上帝的百姓，当投入、当走先知的道路的时候，当坚持上帝的拯救的盼望的时候，其实是会受苦的。我们可以说，我们要预期会受苦。如果我们愿意走公义跟追求上帝的这个拯救的道路的时候，会受苦，甚至会付出代价的，甚至会像金恩博士这样子。但是他没有放弃，那我们也应该被挑战。我们不能放弃，我们要走下去。那我想这是教会存在的目的。那在接下来呢，我就跟大家分享更晚期的一些的先知的信息。那这些信息呢，也给我们看到，在上帝的拯救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现在要跟各位分享的是撒迦利亚书的8章14到17节以及20到23节的经文那想到撒迦利亚书还有马拉基书呢，可能很多人，包括我，都会觉得说这些的经文那么难读，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我觉得非常困难的但是其实它有非常丰富的信息。那我们要努力的去认识上帝的话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请大家一起来读一下14节到17节，请。
们再来看20到23节，请大家一起来念。安静的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已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这城的居民听到呐喊说：我们要快去追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10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有爱的人的筋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这是撒迦利亚书第8章啊。那撒迦利亚书总共有14章啊，它是困难的书啊，特别是第9章到14章非常不好解啊。那这段的经文呢，它的背后的处境其实是跟所谓的归回时期有关的啊。撒迦利亚书呢，反映出来是百姓他们从巴比伦归回犹大之后，他们要重建过程当中所碰到的一些的困难，那先知呢怎么去勉励他们？那撒迦利亚先知他是在波斯的这个大流士王的第2年到第4年之间说预言。我们还记得刚刚提到的这个以赛亚书的40章1到11节，这个基本上的处境是波斯的这个开国的君王古列王。那现在呢已经是经过了差不多有10几20年了，那百姓有不少呢，已经回到了耶路撒冷。那问题就是说，当百姓他们回去，但是呢，他们其实还是贫穷的。那想要建圣殿，但是碰到很多的阻拦。那甚至呢，这些百姓他们对于重建呢是感到怀疑的。我们有能力重建吗？那在这种失去盼望的心态之下呢，上帝让先知有一个兴起，应该是说，上帝让先知去传讲建圣殿，还有追求公义的这种的急迫性让他传讲这样的信息。所以在8章的3节跟8节，这个部分我们刚刚没有读，特别就提到说，上帝所居住的圣殿要成为上帝要重新的居住在那里那是上帝要重新个踮伫圣殿内底的时阵，这个圣殿就要成做全以色列的中心，甚至呢也要成做所有列国整个的世界的中心。上帝要去祝福这个土地。所以上帝居住在圣殿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你们要好好的建圣殿那这个是撒迦利亚先知给百姓的一个勉励因为上帝已经应许说他要重新回到耶路撒冷了那盼望就是在于说，上帝已经要跟他的子民来立约了，要同在了那如果上帝他是要居住在圣殿当中的时候，咱会当想看卖，上帝要徛起伫圣殿中间的时阵，上帝是不是一个圣洁的上帝？上帝的圣洁也就要求伊的百姓得爱圣洁，爱行出公义那这是先知在讲的一个很清楚的道理所以经文怎么讲呢？我们刚刚所读到的经文，其实他就在讲，上帝已经对子民发怒了。过去那个日子已经过了过去是发怒的日子，但是现在上帝决定要向百姓施恩所以那个施恩的日子已经来临了。所以这些已经归回的渔民呢，他们要行出公义因为上帝要居住在圣殿里面那上帝是圣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些殿里，在这个圣殿里面敬拜的百姓，我们必须要用公义的行动来塑造一个圣洁的群体所以有没有觉得，其实被掳后的先知他们在讲的信息，跟被掳前的先知在讲信息，基本上还是很类似的，是一样的，就是
恁就行公义，爱行出上帝所要求的这款的律法中的公义，要维持圣洁，而且在被掳之后，百姓还是碰到一样的问题，就是百姓会扭曲公义，所以我们要继续的来追求公义，因为我们永远都是有罪的，那我们怎么样子来活出公义是挑战的，所以在那里先知讲到说，诚实、公平、和睦，这些的特质呢，其实就呼应了被掳前的先知的要求。渔民呢，需要借此来建立日常生活当中的公义。经文呢，最后是回到了实践。我们还记得刚刚讲到说，不可起假誓，然后呢，个人要与邻舍说诚实话。好，那这里呢，有一个很大的盼望，在8章的20到23节，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手边的经文，因为这段经文非常的有趣。在撒迦利亚书8章的20节，谢谢大家的用心了，晚上这段时间可能也比较容易睡着，所以我等一下来问一个问题，好，他说未来有一个未来20节，耶和华如此说，将来还有众百姓和许多城镇的居民要来，对不对？那这些众百姓呢，应该是外邦人，他们会彼此说：“我们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典，来寻求耶和华。”会有许多的民族和强盛的国家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有没有觉得跟今天大家唱的那首诗歌很像？它很像这个以赛亚书的第2章讲到说，万族万民他们要来到锡安那教诲呢，训诲必出于锡安，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很接近那23节，有趣的地方来那好，我先问一下这里23节呢，讲到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列国中说各种语言的人，必有10个人强拉住一个犹大人衣服的边，说：“我们要与你同去，因为我们听见上帝与你们同在了。”好，那问一下各位大家有没有什么 idea？ 觉得为什么是10个人，10个外邦人要来强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服的边？为什么不是9个，不是8个，是10个？是不是说传福音是要1领10？有没有什么想法？这个我一开始看的时候就觉得说，这是不是在表示说，其实上帝的这个吸引力是很强的，所以就很多人想要来归向耶和华上帝那我后来呢，看注释书的时候，发现一个连结是非常有趣的。如果大家看这个以赛亚书的第6章，请看一下以赛亚书的第6章第6章，上帝给以赛亚先知一个重要的呼召，就是在以赛亚先知要继续的传讲，但是传讲的过程当中，百姓都不会听，一直到百姓被掳，这是11节到13节讲的那非常的凄惨，国中剩下的人，若还有1/10也被吞灭，对不对？然后呢，虽然被吞灭，但是在当中会有残干我们台语讲有树头被留嘞那圣洁的苗裔是他的残干。也就是说，在这些以色列百姓当中，这些的人民会有9%，对不对？9%在审判当中都消亡了，然后跟他村1/10的在收村的被袭，1/10是渔民，对不对？好，那所以1:10，对不对？1:10，所以我们回来这个刚刚的这个撒迦利亚书的第8章的23节。
渔民是不是就是这些从巴比伦回来的这些的重建耶路撒冷的百姓？啊，那这些剩下的犹大人，他们要成为圣洁的百姓。所以，当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个原则应用到渔民，也就是犹大百姓跟其他的这个国家的人的关系的时候，你也会发现是1:10的，啊。那撒迦利亚书呢，很可能他是从以赛亚书得到灵感，然后呢就看到说，这些渔民他们将要成为好的见证，啊。那所以跟大家讲这个数字游戏，希望大家可以醒一醒哈。那希望大家有精神那所以在这边讲到是什么呢？就是这里的最后一点，渔民要成为关键的1/10，吸引万民敬拜上主啊。所以这对我们今天的启发是什么？在第2点这里讲到，倒数第2点呢，提到当圣殿成为世界的中心的时候，万国万民要到锡安寻求上帝的恩典。那其实有一个重要的隐含的意思，为什么这些人他们愿意到锡安来寻求上帝？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关键，是渔民本身事实上是好的榜样，他们能够见证上帝。经文没有讲，但是其实它在隐含的是，渔民本身他们需要展现出上帝子民的那样子的一个样式，让人能够受到吸引。那渔民就会成为百姓归向上帝，这个各国各民归向上帝的一个重要的管道。所以我们看到撒迦利亚书，他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盼望。虽然以色列百姓是这样子的弱小，经过被掳的审判之后，只剩下那么的少，但是不要忘记，这些人当他们重建圣殿，并且活出公义的生活的时候，他们会吸引10倍的人，吸引10倍的人来到圣殿，各国各族敬拜上帝。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要坚持下去。我们在教会服事，不要忘记上帝会给我们一个更美的计划。那这是先知给我们的盼望。那最后呢，我们今天希望能够用马拉基书来做结束。咱牧师有讲，明仔载咱的这个与旧约有约，最后一章，就是马拉基书的这个第4章。所以我们今天希望来看这6节的经文。那我们请大家一起来念一下这个经文第1节开始，请。耶和华说：“那日临近，世俗双重的国，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不存。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必不存留。在向你们敬畏我们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要如轩宇的飞舞。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立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第4节，你们当纪念我们谋士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这些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咒诅的遍地。这是旧约圣经的最后一章那马拉基书他在最后一章的时候，他讲到上帝也就是万军之耶和华，他在宣告一个日子要来到，一个审判的，而且是像大火炉一样的日子，要来烧灭一切的恶人。那这样的一个信息，会不会是一个非常非常的无情、非常的残忍的信息？是吗？还是它是一个盼望的信息？所以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那这里我们要谈到，在12先知书当中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主题，叫做耶和华的日子的这个思想在以色列的传统当中，原来在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上帝为以色列征战啊，胜过那些埃及的军兵，这个日子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好，所以原来来讲的话，耶和华的日子应该是一个上帝为以色列得胜的日子，是一个很好的日子。啊，可是呢，在12卷小先知书当中，如果我们每一卷书去翻，会发现几乎每一本都有提到在那日，好，这个耶和华的日子，那是什么样的日子呢？它就有改变了，它成为一个上帝审判以色列百姓的日子。因为审判要先从上帝的家起手。我们用新约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话，上帝的公义要来审判以色列百姓啊。但是这个日子呢，它也是一个通过审判，上帝要重新创造并且恢复以色列的一个日子。所以对于那些忠心的敬畏上帝的这些的义人，它是一个好的日子。那至于列国呢？对于列国当中那些恶人，它是一个审判，是一个以公义来消灭这些恶人的日子。所以你可以说，在这个日子当中，其实它有审判，但是也有上帝的怜悯。那这样子一个彻底的审判的日子，先知在盼望说这个日子会来到，还没有来到。那在那个日子之前呢，悔改回转是更新跟得救的关键。好，那我们有一个这样子基本的理解之后，我们来看这个马拉基书讲到的那个日子马拉基先知在盼望一个日子，是说那个日子要好像烧着的火炉。好，那这火炉是一个最终的审判的一个象征，也就是上帝要有一把大火来烧灭以色列民，还有列国当中的恶人他们要一尽的烧灭。所以这是一个坏消息，对不对？可是对于那些敬畏上帝的名的人，好，我们可以看一下经文如果你手边有圣经的话呢，第2节开始他说，对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太阳出现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对于那些敬畏他名的义人呢，有公义的太阳。那这个太阳，它其实是一个象征啦就是太阳在耶路撒冷圣殿，当太阳出来的时候，它是光照耶路撒冷圣殿的东门的所以太阳的光线会照亮整个圣殿那同时呢，太阳的出现也让我们联想到什么？太阳出现，它是光照整个创造的所以当太阳的光线出现的时候，它能够医治它的百姓带来怜悯，带来生命力。所以在经文后来他说，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牛犊这些的义人得着生命的供应。那有能力的时候，他们就践踏恶人，就好像野牛在踩那些的恶人了好，所以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盼望，对于那些在苦难当中坚持持守对耶和华上帝信仰的人在马拉基的时代，那些归回的百姓当中，已经有一些的所谓的义人跟恶人的区分的，还是很多人不认真敬拜上帝的，为非作歹。所以马拉基书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他提出这种上帝最重要审判义人跟恶人，带来义人的盼望的一个信息。好，那最后呢，有3节的经文，这3节当中，首先提出来的是，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所以我们在4节看到的是摩西，在第5节、第6节看到的是以利亚。在旧约结束的时候，有这2个角色相当的具有意义摩西的律法代表的是什么？上帝透过摩西在何烈山颁布律法，作为旧约的结尾，作为马拉基书的结尾，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所有的先知书都呼应西奈律法的精神。所以摩西作为最大的先知，作为西奈律法的代表，西奈山就是何烈山先知书在呼应这样子的一个精神。所以义人当要坚持敬畏上帝的公义的道路的时候，必须要持守摩西的律法，活出上帝子民的样式。我想这也是对我们今天的这个基督徒的教会一个很重要的提醒那在这里有一个点，摩西他死的时候，
他坟地在哪里？有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所以在犹太的传统当中，有可能摩西其实他会再来的摩西没有人知道他的这个被埋葬的地点。好，所以我们先记得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再来看以利亚。好，那第5节到第6节，以利亚呢，他说，经文说，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要差遣以利亚先知到你们那里去，对不对？所以以利亚呢，我们记得以利亚也曾经在何烈山，在那边上帝用微小的声音对他说话，所以以利亚也跟何烈山的传统来连接。那以利亚他死了吗？他被上帝的这个战车马兵接走，所以以利亚到底死了没？没有人知道那所以在犹太教的传统当中其实我们基督教也是，我们在马可福音当中，在福音书当中有讲到说，在弥赛亚来临前，以利亚要先来所以以利亚是一位可能他没有死他就是上帝的使者他会再来的所以他可能是一个预备道路的使者，特别是在上帝大而可畏的日子没有到以前，他是使人回转，他会来使人回转。所以就到了最后一节，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诅咒这地。所以以利亚做一件重要的事情，以利亚的到来要使所有的群体当中的分裂。我们看到，当上帝的先知用以利亚做代表来的时候，他要带来的是百姓他们回转归向上帝，而这样一种回转是能够使百姓当中的这种分裂还有对立可以和好的，可以使百姓当中的那种的流人血的诡诈的欺压的事情能够结束的，要重新建立一种公义而恢复的关系，群体当中能够得着合一，世界上这样子的一个群体能够再一次的来合一敬拜上主。所以当我们看马拉基书最后1章，我们读到摩西的律法，读到以利亚先知要来到上帝子民的当中来使人转回，使人归回的时候我们今天用这样子的一个信息来做总结。我们读了那么多我们在过去的这个与旧约有约当中呢，我相信大家读了很多先知的这些的经文和信息那我相信大家有很多的收获。那今天我们试着把这些的经文做一个总结的时候，我们看到先知他透过许多的先知，他们透过这种呼唤悔改来见证上帝所要给我们的这种公义的生活那这样子的一个呼唤，他也带着盼望，因为他是盼望上帝的子民能够回转，能够重新的合一在敬拜上主这样子的一个道路上。所以我想最后呢我们就再次的回到今天一开始的时候给大家的一个摘要，提到先知是耶和华上帝的代言人，呼吁以色列回到耶和华上帝的盟约，在以色列的苦难当中宣告上帝更新选民跟世界的计划。我们作为教会我们在这个世代我们不要忘记，其实上帝在我们这样子一个卑微而且甚至是软弱的一个群体当中，上帝没有放弃我们，而且在这个世界看起来变动那么的剧烈的时候，上帝仍然是有一个任务要给我们的，就是我们可以参与在更新，在见证上帝的作为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这个角色。那上帝也会透过我们来使世界能够认识他，来使万国能够认识他。所以先知的信息的盼望但愿我们彼此勉励在先知的道路当中，所指示的道路当中，我们一起透过祷告透过寻求，透过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行动作为，来继续的来持守。那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也谢谢教会给我这个机会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学习。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
用一个简短的方式呢来做祷告。那我要交给传道。那我先一起来祷告。天父，阮满心感谢你，互阮会当伫圣经中间有先知这个美好的信息。通过这个信息，阮会当知影你对世间人公义的要求。阮更较深认捌到，阮做你所敬重的群体，阮应该怎样来回应你？虽然阮是遮尔啊软弱，总是主你并无放杀阮，无放弃阮。主，阮恳求你帮助阮伫苦难的中间，受到你的改变，受到你的锻炼，我会当继续来坚持对你的信仰，也互阮伫苦难的中间会当来见证你对这些世间人的心意。献上阮满心的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祈祷，阿门。阿门。谢谢赖老师这2天给我们很深刻的一个分析跟总结哈。我们经过一段时间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大家每次都在问说，到底那个金句要写哪一句这样哈。但我们从昨天到今天呢，金句每一句看起来都像金句了哈。经过老师的说明。其实先知书最重要的重点一直在宣讲一个同样的信息。其实这个信息也不是只有在先知书的时候才出现，一直不断的从上帝一开始创造的时候，从堕落的那一刻开始，就一直在宣讲同样的信息，就是神的拯救，神怎么样重新来拯救这个属他的世界。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先知性的团体吗？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成为一个领受恩典，然后分享恩典的人？就像昨天老师的提醒，以色列人被提醒，他们曾经是从埃及被拯救出来的，用那样的一个过去，我们曾经是怎么被上帝的救恩带出的心智，我们去帮助或者是陪伴每一个需要的人。那很困难吗？这个，我这2个礼拜最感动的事情就是，我们有一个今年3月才来到我们教会当中的青年哈，那他完全没有接触过基督教信仰，那一次来的时候带着一个非常悲伤的心有一个背景哈，但是呢，在最近他准备今年年底要受洗，那他要受洗前，当然很重要的这个半年的过程，其实有非常多的青年呢陪伴他。那他前2个礼拜跑来说，我回家了，因为他回家就是跟他的家人一起相处，原本关系非常不好，但回家的时候呢，他说他跟他的妈妈讲，我要受洗了，这样哈。我说你妈妈的反应，他知道什么叫受洗吗？哈，因为怕他入了异教这样哈。他说我就跟他说，受洗就是我要跟上帝的关系恢复这样子哈。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他还解释，因为圣经从创世纪说什么什么。哇！我在听他讲的时候，我说你怎么知道这些啊？哈，他给我回答一句话。V 姐，我好歹来半年了哎，哇，我心里充满感恩。一个半年不到的人，他可以讲述救恩是什么？他像不像先知？对他的母亲来说，某个程度也有点像啊。在他的苦难当中，他经历上帝的恩典，然后他对着同样在面对他们处境困难的人，也继续宣扬这个信息。感谢赖牧师的分享。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这是我们这个群体要持续，不止在我们的处境里，在我们的环境、我们周边的朋友当中，可能也有一些人是有这样的需要。可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站在整个社会、整个世界的视角来看待我们能够作为一个上帝的好像选民一样，不知道是不是渔民，但是可能是选民这样的一个角色，我们继续来把上帝的话语分享给世界。那个故事并不困难，就是向世界宣告，这就是一个属天父的世界。所有的人在这个世界里可以享受上帝的同在，享受神的公义，享受上帝的拯救。问题是我们需要付出那个代价。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这2天领受的信息，然后我们等一下会一个祷告的时间。
间，我心满有了你。花草树木，绵长碧海，诉说天父奇能。这是天父世界，群鸟欢唱齐鸣，清晨明亮，百花美丽，真名创造今生。这是天父世界，他爱普及往前，风吹草生，是他经过，随处能听他言。这是天父世界，叫我不可遗忘。黑暗势力虽然猖狂，天父却仍作王。这是天父世界，我心不必忧伤。天父是王，宇宙通畅，他之王。第3节我们再来一次。这是天父世界，叫我不可遗忘。黑暗势力虽然猖狂，天父却仍作王。这是天父世界，我心不必忧伤。天父是王，宇宙通畅，他之王国万方。这时候我们就一起为你自己思想到的，可能是一个特别需要的人，或者是你也可以来为我们的教会，在这个时代里能够成为一个传讲什么样盼望信息的群体。我们可以有一个立志在上帝面前，为你所思想到的，在今天这2天我们所领受先知的信息当中，哪一些话语是对你说话，对你提出挑战，对你发出邀请？你可以把那样的一个心志在我们上帝面前来陈明，求神赐给我们信心，求神赐给我们力量，能够作为一个像有见证，并且向这个世界发出盼望信息的群体。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主，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是主，谢谢你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在你满满的恩惠当中为你赞美。主，让我们看见是在你的恩典当中得以赞美。主，求你帮助我们，不只能够在日子里面每天醒要再次回转向你，神也帮助我们知道怎么向这个世界发出这样的一个呼唤。主，让我们因为自己的改变，我们对这时代那样的一个呼唤，我们积极的能够天赋之名能够感恩。主，让我们看见你的心意，而且我们也真知道怎么样来行在这世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感动，甲咱众兄弟姊妹三甲弟弟，对这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感谢主上帝，今仔日引带咱伫个培灵会第2场，咱也求主继续引带保守咱，亲像伊过去伫个保守引带伊的百姓共款。咱即时会当互相请安，也真感谢今仔青年团契服侍，甲兄弟姊妹大家学生甲参与。咱线顶诶兄弟姊妹会记得，明仔载主日礼拜9点10点半，大家平安平安。